家好，大家好。安尼，咱今日活动正式开始哦！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的颁奖典礼第2天。我是主持人台南妹仔 AY 哦。大家好。若是大家有入来的人，会当开你的视讯，互大家看，安尼有较有参与感吼。嘿，好。顶礼拜吼，咱已经有先请即摆纪念奖7个奖得奖人发表因的得奖感言，嘛有邀请阿勇来演讲。头仔小丸子有咧讲吼，伊的主题是台语灭绝甲拯救。大家伫迄暗讨论真济，讲要安怎来拯救台语的一寡想法。迄天的活动嘛有专程录影，放伫阿勇的 YouTube 频道。嘿，所以若是顶礼拜无参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去看。我顶礼拜主持了，嘛是心肝足激动的，当甲大家做伙来拍拼，我感觉足感动的安尼。对，好。今仔日的活动，咱有邀请基进党的主席陈奕哲先生，阁有台湾新学思想家王宗尧前院长来做主题演讲。原本陈水扁前总统是要来甲咱颁奖，可惜伊是临时有重要的代志无法度上线。咱就邀请台湾通信的主笔，嘛是西拉雅长篇小说《乡树补记》的作家陈瑞先生，伊会来颁奖互所有的得奖人，嘛代表台湾通信来致辞。台湾通信是近代台语文运动上重要的一份刊物。即摆的颁奖典礼的主办单位是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因得到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的赞助，所以特别来举办即个纪念奖的活动，要来鼓励台语文运动者因追求台湾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转型正义的拍拼。美国陈文成教授，伊的纪念基金会伫1982年4月成立，支持台湾历史甲文化相关的一寡研究，奖励伫政治、人权、社会公益等等的议题有重大贡献的人，就鼓励咱的学生也是少年人来关心台湾，参与社会的改造，互台湾成做一个更较美好的国家。所以，咱即马要先来看主办单位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理事长刘秉锡先生的致辞的影片。咱先来看致辞的影片。我代表主办单位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恭喜得奖的台语文的运动者，也深深的感谢恁为台湾语言运动所做真久长无自私的奉献甲贡献。台湾连续从殖民的过去，甲即马快速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台湾的语言运动特别的重要。过去因透过强烈的教育、媒体等手段消灭台湾原本多元的语言1975年，教会用的白话圣经改用手语这大家拢知影。即马快速的全球化的过程，嘛在改变文化咱知影西方人真后经营品牌罗马帝国嘛是按意大利的一个都市城邦开始进入70几%全世界的人口拢希望有 Nike 的球鞋通穿因为 Starbucks Coffee 伫 Covid 来进前，伫亚洲一天开2间新店面迄个麦当劳 Digitization 改变真侪国家饮食的习惯甲文化。台湾伫连续从殖民的过去，甲即马快速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台湾的语言运动非常的重要。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顶礼拜第一场颁奖有得奖者的介绍我有注意到超过一半的得奖者是基督徒咱知影咱
台湾的基督徒大概5%尔吼。啊，我因为进前我有注意到，一寡国家的一寡运动吼，甲基督徒吼有一寡关联吼，像肯尼亚塔伫肯尼亚吼 ，Nkrumah 伫加纳吼，因拢是甲教会有基督教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吼。啊，咱亚洲的 East Timor 吼，东帝汶吼，东帝汶独立运动伫90年代吼，拢是天主教会甲因的人徛做伙嘛吼。啊，伫迄种困着的时吼，嘛是教会甲因压榨保护啦。所以东帝汶即马是全世界基督徒通权，比率通权的国家99%嘛吼。所以我因为我进前有即个感觉即个关联，所以我有一遍甲罗主义咧讲话时，我就好闲吼，甲问讲，因伫1956年吼成立吼 3F 吼北美洲同早的独立运动的组织的时吼，恁5个人内面有几个基督徒吼，伊是甲讲4个吼，5个有4个基督徒吼。我看到伊甲 Heron 寒定吼，伫 Princeton 新人院的相片吼，我就甲问讲，恁迄个是敢有神学来做恁运动的基础啊？伊讲，我讲敢有像吼70年代吼，因咧中南美洲的讨棒神学吼，做因运动的基础，伊讲无啦。伊讲就因为基督徒吼，咱吼迄个希望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嘛吼，强调平等吼，反独裁等等吼，所以我就想讲，咱这像讲迄个团结工人，迄个伫波兰的迄个团结工人伫80年代尾吼，迄个结束吼东欧洲的共产主义嘛吼，嘛互迄个苏联解体吼，咱拢知影讲咧，瓦雷萨吼，伊是迄个带头嘛吼。但是 Solidarity Movement 吼，伫波兰是历史真久啊，因伫迄个纳粹的 occupation 的时阵吼，拢天主教会经伫遐吼，呀，我想着，是毋是咱台湾的基督教会吼，因为咱教会定根伫本土嘛吼，认同所有的自民吼，文化语言等等，是毋是伫咱即个语言运动的过程吼，嘛会当继续来做咱真大的帮衬。第3点吼，迄个顶礼拜阿勇建议吼，即个 YouTube 吼是一个袂歹的工具。我心里想讲因为咱主流媒体吼，拢是互关系拿掉的嘛吼。即个 decentralized media 吼，迄个去中央化的媒体吼，我睇较吼是语言运动真好用的工具安尼呀。即个回应一下。第二点吼，咱这边得奖的吼，拢是台语文长久吼有代表性的运动者吼，亲像吴宗宪教授吼，火箭伯啊吼，我还记得30年前伫美国的时，阮这边暗时啊塞车吼，因为慢慢啊塞，迄个一个啉酒醉，后壁弄落吼，迄台车停伫后壁，差不多100-200公尺，暗暝山了，伫高速公路行倒路吼，要转去找理论啊。我就甲庄信讲，万一若拄着歹人吼，庄信是讲，伊是兼橄榄球的校队吼，我讲我是骹球校队吼，咱就甲伊抢吼，庄信武运动武30几年吼，顶礼拜蒋伟文教授分享伊伫美国读册时吼，着过美国陈文祥教授纪念基金会奖学金吼，这个奖学金一直到今仔继续在颁发吼，咱今年的奖学金的申请者吼真济吼，嘛真杰出吼，感觉嘛，咱嘛真有愿望呢，阮为着这有几内边的讨论吼，拄会议就开3遍吼，因为申请的人真济大家嘛真拍拼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困难的时代，嘛是一个有真好的时机的时阵吼。
嘛可能是一个需要久长的运动吼。我甲阮文善基金会财务吼庆幸，阮一边讲着是拄好家族拢内面拢有长辈吼，伫本时代参与着吼台湾文化协会的运动吼。啊，我就想讲，是毋是啊？台湾人的一寡运动，啊，亲像迄个 monarch butterfly 的迄种牵线吼，迄种叶仔的牵线吼，吼，沿 Arkansas 吼牵线到墨西哥吼，是经过几若代呢？的确，台语文的运动嘛是安尼吼，有需要经过几若代台湾人的拍拼。分享以上，好，感谢大家，努力。好，多谢老理事长的致辞。老理事长敢是有伫线顶，我有看到。敢会使甲大家小姐问一个？Hello，嗨，你好，大家好，你好。好，多谢老理事长。好，安尼咱刷落来，要来邀请今日头一位演讲者，伊是迄个基进党主席陈奕济先生。啊，咱拢知影基进党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本土政党。啊，因认为讲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国家，嘛坚持讲爱用母语文政，推动有限母语使用者的母语通译。啊，要强化母语教育甲政府体制内底本土语言的使用。伊今日要讲的题目就是讲台湾基进党为虾米要用台语论政？啊，咱即马就来欢迎主席你好，陈奕济先生。是，咱主持人台南妹仔，还佫有我诚侪敬爱的即个台语文运动的遮个前辈先辈吼，啊，真正算讲辛苦，啊嘛，因为恁的即个坚持啦吼，啊，所以咱基进遮个少年家、少年世代吼，到现主席，咱伫即个政治参与的过程内底，嘛会尽量鼓励因用家己的母语来做即个问政啦吼，还是讲伊做政治表达的当中。吼，因为有太侪即个前辈甲朋友，我就无一一甲大家来问候。但是伫遮我就是甲大家来分享着过去即几年台湾基进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台湾基进其实，伊台湾的所有的政党内底，甚至是算讲小党内底，应该是唯一一个目前啦包括伊台面上，甚至参加着咱的电视台的即个政论节目的当中呢，咱会尽量鼓励咱的少年家，来用台语，家己的母语来做即个发言，甚至来做咱的即个政治思想的即个表达。那其实这有一个故事啦，是因为其实在我未来这个算筹备即个台湾基进进前，差不多2009年的时阵。迄年拄好，我人为海外转来，因为阮爸爸拄好，算讲拄来过身去，所以我就为海外转来到台湾来甲伊处理伊的后事。伊迄年的当中呢，因为爱定定算讲走殡仪馆，走诚侪所在处理，帮阮爸爸处理伊的即个替阮妈妈来处理阮爸爸的即个相关的即个后事啦迄个当中呢，我就定定坐着即个高雄的即个捷运，坐着高雄的捷运呢，迄个时阵我常常会使讲心肝头去插一个。啥啦讲心肝头去插一个呢？主要就是我发觉讲，坐即个咱的即个捷运的遮个少年家啦大部分拢是学生囡仔，尤其诚侪咱即个高中生遮个囡仔，遮个高中生差不多找无啦。伊高雄即个所在，高中生找无因用台语咧做因即个交谈。做因呢，普通时已经离开学校坐即个捷运的当中，竟然无人用台语，咧使用台语咧做交谈，咧做交流，甚至大家讨论因的功课，无人安尼做的时阵，害我惊一个讲奇怪。我家己回想着我高中的时阵，差不多是1980年代末的时阵啦我印象中就是阮迄时阵。
只要离开学校，校门啊出去了后，大部分甚至其实学校内底嘛会啦，但是只要离开学校了后，厝底下同学招伊食饭，阮大部分使用的拢是台语，但是到2009年迄年，互我会使讲看到讲，台湾即个社会内底少年世代差不多，尤其高雄，在我想起来，伊应该是台语的使用率较悬的一个所在，但是少年世代差不多，学生囡仔差不多拢无用台语咧做交谈。即件代志，互我印象有够深刻。后来我嘛去回想着讲，其实，去反省着台湾，其实伊迄个90年代即个民主化的迄个过程内底，台湾嘛经过诚侪摆的即个选举，尤其1992年咱的国会全面改选，1994年，咱的即个台北市、高雄市以及着早期都有一个台湾省。拢已经直选，96年咱嘛来即个总统嘛会使直选，台湾人民嘛会使直选。迄个当中你会想讲，这应该是台湾人民以及着，莫讲台湾人民出头天，上无伊应该是咱台湾过去，尤其去即个中国国民党伊大中国的思维甲伊带落来，即个方方面面的物件呢，包括伊的主体性，应该是愈来愈明确。即个过程，但是咱会发觉讲，伊语言，尤其母语即块，台语即块，咱会讲伊的流失的迄个速度，互我惊到就对。后来咱去回想着、反省着，讲其实90年代了后，台湾的咱的民主即个制度的即个进展，咱的民主化即个进展，可能以制度顶悬，以选举为表现的相关的制度顶悬，有足大幅度的即个进展，但是咱的文化意识形态即个部分，可能犹原啦会使讲受到即个中国国民党早期。因的教育以及着意识形态即个打压情形之下，甲伊沿用落来。所以到现主时，咱的少年世代，大部分咱的少年世代，其实已经无早期，包括我的顶一代，以及着到我，应该是上届尾代，就是对台语较无友善的迄个环境啦，伊迄个当中，台语并无流失，但是到90年代，甚至2000年了后出世的这少年世代，因的台语煞来流失去。我后来。我感觉讲即个物件其实某一个程度就是过去咱中国国民党即个算讲虽然过去的即个制度性的打压无去了，但是用意识形态、文化上的歧视，对台语、对母语的歧视，比如讲对台语的身躯顶悬，伊就两项物件，大家会感觉讲台语也无啥物路用，对伊找头路嘛无帮助，等等。第二，甚至因的心内底佫有内建一项物件，就是。感觉台语讲台语会较无水准，即个物件其实拢是所有的无路用甲无水准，即个物件拢是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表现。所以后来呢，咱来即个算讲随着台湾看到台湾的民主政治出现一寡问题，尤其中国的崛起内底，台湾基进为2013年开始，咱找一寡少年世代。转来关心台湾的即个政治的当中呢，咱发觉讲，其实咱要挑战的物件，除了是迄时阵的即个政治制度、选举的制度之外，其实佫有一个正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其实伊是政治，但是咱毋知影的物件，就是伊的文化意识形态。咱的文化意识形态，相关来讲，文化意识形态后壁其实对应的就是咱的所谓的台湾的主体性。其实台湾的主体性，伊迄个当中呢，慢慢以语言为表现，带去华语的霸权，慢慢甲伊带落去。甚至中华民国即个算讲咱过去讲的所谓华语讲的叫违章建筑，伊迄个当中呢。带来敢若变成主流，大家会使去接受，甚至慢慢失去对伊的即个算讲伊的危险性的理解，甚至失去对伊的挑战就对啊。所以迄个当中，咱就知影讲，台湾基进如果也要参政的话，要来向台湾社会要求少年世代少年世代大家站出来关心台湾社会的时阵，其实有一个部分最重要，其实就是文化甲意识形态的挑战。即个文化甲意识形态挑战内底。必须要用什么来做表现？其中一项物件，除了台湾基进头拄咱的主持人台南妹啊，有在讲着讲台湾基进是一个算讲以台湾的即个政治界内底较算讲较坚定本土，用过去咱的语言叫做台独啦，坚定的台独的即个政党，阮尽用少年世代的语言，我拢甲伊讲，咱是一个国家要甲伊打造完成。
诶一个政党啦吼。啊，迄个当中呢，咱甲知影讲，其实除了即个台独之外，台湾基进其实爱用着母语，因为母语的使用某一个程度。其实就是要对抗着因所过去，咱已经失去，甚至咱无失觉察了后，去互即个所谓的华语霸权，以及着中国国民党伊所带来即个大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慢慢，咱拢敢若足自然共款，敢若咱的即个普通时，咱的呼吸啦，即个空气共款，遐尼自然啊，即个物件重新甲伊提出讲，毋是，这毋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这毋是遐尼自然的代志，所以台湾基进呢。坚持用台语论证，某一个程度其实就是要挑战着过去，咱已经失去了对伊的警觉性的即个所谓的华语以及着大中国后壁所代表大中国这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即个物件啦吼。然后咱用台语鼓励这少年世代去用台语使用，除了是挑战伊的意识形态之外，其实咱嘛要展现一项物件，迄个物件是啥呢？就是。包括我会记哩，2014年9月26号的时阵，迄天暗时差不多傍晚的时阵啦有一个即个少年家，咱台湾基进的少年家，伊叫颜明辉，伊摕一本册叫《被出卖台湾》来牵即个马英九即个种牵着马英九啦，迄时阵的总统马英九先生啦，有啊牵着。那伊迄个当中，其实即个颜明辉就真好一个，算讲一个代表的一个，迄个时阵的一个阮咧做的一个工作，迄个工作就是，咱如果我就咧想讲，如果咱有法度有一群少年世代，迄个少年世代伊的台语比现主时顶一代以及着台面上的主流的政治人物，已经是台面上，包括是民进党的，甚至其他党的即个本土的即个政治人物的台语的使用，更较水，甚至台语的使用更较流利的当中呢，再加上因的坚定的即个所谓的。即个台独的政治意识，更较坚定的话，安尼其实就是要甲因强定一件代志，就是因为因拢是少年的，因的台语的使用，会使讲算讲较流利的话，甚至因的身躯顶悬所爱护的即个所谓的台独，即个立场更较坚定的当中，安尼就表示讲，不管是台独，不管是咱的台语文，咱的母语，其实是有未来的，因为。未来是即群少年家的身躯顶悬啦，所以迄个当中，咱其实咧做操作的某一个程度，这是一种政治操作，这嘛是基进以即个台语文即个推测内底，咱毋是一线，但是咱以政治的攻防顶悬，以政治的发展当中推动当中，将台语甲伊包入来了后，咱会使来做。包括一方面会使互基进即个品牌，会使有特殊性了之外，甲其他的品牌无共款，其他政党品牌无共款之外，其实就是在强调着即个台语，即个伊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即个挑战的即个工作啦，所以咱甲所有侪包括咱进线上。这台语文运动的前辈，会使讲台湾基进咧做的，阮自我。要求希望讲，阮会使以政治顶悬即块顶悬来做一寡分工。阮毋是一线，一线是咱遮的推动台语文运动真侪即个前辈迄个当中恁是一线，但是基进会使做的就是政治顶悬，将意识形态甲文化过去所留落来对即个用即个歧视啦伊用意识形态用文化做歧视为表现的即个物件，咱用政治即个方式，以政治的论证的方式，以及着出外对外参加着即个政论节目的当中，会使用台语来表达的当中，其实就是要向少年世代，来讲政治，来用台语做表达，其实某一个程度伊是有路用的，而且伊毋是无水准的。甚至台湾基进大部分的少年世代，因为伊的平均年龄啦，后来我有一道看即个所有台湾的小党内底，台湾基进的平均的年龄，伊的党员的平均的年龄，应该是上届少年的一个政党，所以用安尼要来强调着讲，其实台语，伊过去因的打压。以及着后来，因咧文化上的迄个歧视当中，少年世代已经不只是所谓的天然独之外，因嘛要将台语改变成一种足自然，会使以政治的表达顶悬、政治理念的宣讲顶悬，会使变成一个足自然的一种工具。这是阮作为即个甲台语文运动，咱遮一线的遮拍拼的前辈内底，阮希望讲以即个来做一个分工，大家互相做即个分工啦希望讲。台语
也是讲咱的即个母语的即个使用，吼，伫台湾内底会使，吼，较算讲较普遍。啊，逐个嘛知影讲，前一阵仔10月23号，咱即个罢免的即个运动，吼，台中第2选区的罢免运动，台湾基进受到一寡算讲吼一寡伤害啊，台湾基进伫迄个当中嘛去互因罢免去，吼，迫于去互因罢免去啦，吼，啊，即个物件。这当然非常的伤心，但是其实伫迄个罢免的当中，有一件代志，我会感觉讲会使甲大家最后提出来讲，说这可能是一方面台湾基层继续拍拼，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包括咱的台语文运动啊，咱遮的先摆，可能咱嘛爱非常细记，就是迫于伊国会内底其实只是要用统一。吼、啊，要求迄个时阵呢，即个国防部长吼、区部长吼来挂着即个吼、即个伊尔凤啊吼，啊然后用统一吼来翻译的当中，但是咱受到诚侪无友善的即个对待，甚至诚侪误解吼，所以迄个当中就知影讲，其实现主时华语霸权汉人啊，就种华语霸权变成汉人啊自然的即个存在，甚至华语霸权佫非常非常的。吼，会使讲是稳固的当中啦，吼，我感觉即个物件可能就是算讲，咱应该爱去非常的细记，我为即件代志去，吼，我咱心肝中插一个，因为30年前我会记得地震枵，吼，咱过去的迄个立法委员地震枵，伊即个立法院来用台语做质询的时阵，迄时阵伊就提出统一，吼，啊提出统一的当中。迄个时阵，当然伊嘛是去哦郝柏村，吼，迄时阵行政院长，吼，来甲伊算讲口说，甚至来甲伊骂，吼，甚至来甲伊讲台语是无好诶一个代志，讲台语逐个听无。但是迄个时阵，所有媒体环境，吼，应该是讲所有诶即个政治上诶对抗诶即个力量，其实是拢在攻击郝柏村诶。但是30年后到博诶，一直到区国情诶代志，吼，有看到讲诚济，包括咱所有诶。吼，算讲应该是本土的，但是对即件代志嘛，非常的无谅解吼。互阮感觉讲，其实伊即个部分内底，华语霸权慢慢敢若成为所谓的本土派内底无自觉，咱去甲伊，敢若变成本土派内底华语霸权占足自然，而且是主要的地位。我认为即件代志是，互阮感觉讲，有一寡惊着啦吼。啊，所以即个部分台湾基层过后，之后嘛会继续拍拼，针对即个。吼，啊嘛，伊遮甲咱遮所有诶即个做台语文运动诶遮先摆分享者，来讲伊即块当中，可能咱嘛爱非常非常诶细致啦吼。啊无，咱即个算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咱争取出来了，啊咱原本伊迄个法律内底统一是足基本诶即个要求，即基本诶是一种法律吼诶即个要求，但是后来拄变成讲伊使用着统一啊，竟然去互。吼，诚侪本土派的攻击，拢毋是来自于即个国民党，甚至遐所谓的算讲遐对吼，算讲毋是本土的政党，甚至吼，迄个大部分拢是即个吼，咱所谓的本土派还是台派人在甲咱攻击吼，即互基层感觉诚大的即个受伤啦吼，所以迄个当中就是甲大家分享讲，即个代志可能咱爱个非常非常的细致甲提防。吼，袂使有华语霸权变成足自然的，吼，占有着上界重要即个位置啦，吼，至少爱有华语甲其他语言平等，吼，共款的位置，无人大细汉的即个问题，吼，伊即个部分甲大家分享，吼，以上就是即个简单，吼，因为时间，吼，嘛袂使讲伤久，所以用简单的即个，吼，短短的即个分享，甲咱诚济即个台语文运动即个前辈，甲大家，吼，算讲报告，吼，嘛讲，基进。未来嘛会继续用分工的即个即个方式，甲用理线分工以政治的即个领域内底继续来为台语文运动以及着母语相关来拍拼。多谢大家，谢谢。多谢等于这主席，多谢你的讲。谢谢谢谢。我知影，迄个基进党的迄个候选人啊，佮工作人员拢介认真，因为进前，阮爸爸伊住伫台南，伊嘛是有替迄个台南的党部的工作人员啊，佮有候选人因上台语课，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多谢恁为迄个台湾语言的转型正义的推动，多谢恁。谢谢，多谢。来，即摆诶，咱要来讲诶是迄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
即摆赞助单位是台语文化大使命，因是一个为着关心台语文化传承危机，搁有台湾人伫教会宣教的需要来成立的一个组织。希望讲会当透过美国的 NGO，也是讲宣教的团体，找着有共款使命的台湾的教会，甲一寡草根运动的运动团体来合作，向关心台语文化人士做宣教的事工。咱即马要来欢迎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的代表陈良光先生来甲咱致辞一下。良光兄你好，大家好，你好，你好。拄则大家听即个陈主席诶，即讲即话吼，大家来感觉安那吼？我是感觉讲，一方面真伤心，看到台湾诶社会已经变甲即种款。一方面呢，我感觉讲好加在啦，好加在有其进动，所以是感谢吼，感谢即个陈主席吼。拄则对即个必为互罢免即件代志吼，我是敢若一句话要讲啦吼，就是讲拍断手骨颠倒用，吼，咱一时会失败，吼，咱毋免想过头在意啦，嘿，人生的路还阁足长吼，毋然呢，拄则即个老秘书长伊嘛有讲着。伊讲伫即个文化的建设的即个路吼，迄是足长的啦吼。迄检测咱即代看袂着结果吼，总是咧哈。咱后一代也阁会看到即个结果吼。另外伫遮我要多谢即个美国达文西基金会来做即个主办单位吼，会记得无偌久进前，3个月进前，我敲互即个平生兄，讲是毋是达文西基金会来主办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奖？伊一声落我，因讲好啦吼。佮互我佮较安慰的就是讲，我讲因即马伫台湾咧办的即个社会关怀奖吼，即马申请的人足济，其中开始佮有遐学生吼，用台湾语文运动做主题来要请奖学金所以这是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开始啦吼。你阁有讲着讲即马来用迄个台语文来咧申请的吼，你拢特别加分这是算做讲对少年人上好的一个鼓励啦咱顶礼拜主题应该咱有请这阿勇来讲嘛我感觉伊的重点就是讲，咱即个台语文运动爱提升到即个社会文化运动的层次啦其实呢，咱即马设即个台湾文化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作用就是安尼啦咱较早拢是用台语文运动台湾通是读者联谊会，但是迄个咱主要的目的，毋是讲干那讲要教人讲，就是讲这文字安怎写，迄字要安怎写，迄字要安怎用，迄拢毋是重点嘛。上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咱台语的文化通路，互人切断去。所以，佫较好的文字，佫较好的语言，你若是无伫即个公众的即个文化平台、文化通路，安尼佫较好的物件，咱嘛无法度通传落去嘛所以，即回台湾新基金会来主办即个台语文奖，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咱知影要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咱需要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化。要形成主体性的台湾文化，需要对基层的草根台语运动来做起。总是呢，咱要做草根运动，虽然有较省啦用来讲做 YouTube 成本较省佫较省嘛是需要经济资源啦。可惜咱即马
大部分即个文化活动的经费，拢来自政府的补助。这难免即个文化运动的力量甲方向，会去受到华语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来主导，煞去影响到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这运动的力量，嘛会因为需要去领政府的补助来减少啦。同时呢，这30档的概念法，外来政权的国语政策。语言扼杀本土语言，所造成的这个华语霸权，已经生根伫台湾社会。台湾人带着斯德芬心症，造成受虐者的性格，认同华文霸权的正当性。这种情形伫台湾社会已经真正普遍。拄则这个陈主席嘛有讲到即件代志啦。佫一项较歹的情形就是讲，咱常常过头相信政治明星甲宗教团体。咱想讲，政治若改革，宗教团体若在地化，台语的问题自然就解决啦。但是想较深的真可惜。伫即个华语霸权的台湾社会结构的之下，政治团体也好，宗教团体也好，因为着要扩大家己本身的势力，难免会西瓜挖大饼，煞挖位华语去。总是我相信世间有一位创造主啦，即个上帝一定是一个疼世间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伊袂放咱台湾人的苦情外啦。咱台湾人第一位教育，伊嘛是白话字的推广者林茂生博士。伊伫1920年代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伫 New York Riverside 教会的彩色玻璃顶头写4字：上帝是疼。到即时，咱若去 New York 去即间教会，即块彩色玻璃还佫原来伫遐。咱会想讲，疼台湾的上帝，敢听袂着咱为台语的灭绝在吐气？敢看袂着咱为台湾所流的血汗？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就是为着即个使命和台语文化传承的需要来设立的。法律上，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伊的英文名叫做台语 Mission Fund， 是根据美国税法设立的一个 Donor Advice Fund， 会当先捐款予银行慈善信托基金来管理。等找到有适合的时间的时阵，才通知信托基金通过美国公益团体来甲捐款赞助。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捌配合的机构有美国的光盐环保协会、美国长老教会管理基金、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还有纽约的台湾宣教中心等等。捌赞助过的时间有世界台语文化营、台湾福音歌戏班剧团、北美巡演，就是来演即个八怀一的歌戏。还有台南新学院语言中心赞助的台语儿童主日学，最近佫有赞助台湾国囡仔营等等。以上是我对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的报告。美国的乡亲若要爱知影较详细有关即个 Donor Advice Fund 的情形，会当请教恁的财务规划师。我要利用即个机会，感谢我的牵手 Christine， 伊长期对我台语文化推动台语文化事工真正的支持。
搁感谢我诶后生英哥，伊不是提醒我爱向阮孙爱讲台语。最后，我要感谢我诶二哥梁伟，甲我诶二嫂淑娟，因参与有份诶台湾语文月报，开阔我诶世界观，也启明我诶台湾意识。以上报告。多谢多谢多谢地龙岗先生的致辞。好，接落来，咱今仔日阁有一个主题的演讲，是要邀请台南新学院。头拄仔迄个田龙岗先生有讲到，台南新学院的王宗尧前院长来讲，台南新学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使用台语做教育语言的大学。啊，王宗尧牧师伫咧做台南新学院的院长的期间，扩大语言中心。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咱拢知影，就是多语言、多族群、多文化的国家。啊，伊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讲会使用在地语言传扬福音，而且甲地方的教会合作，啊，推行福音事工。所以咱即马就要来欢迎王宗尧前院长来甲咱演讲。啊，伊的讲题是对犹太人的文化认同建国来思考重建台湾人文化认同到建国的可能性。咱来邀请前院长你好。主持人郑长老甲听惜台湾文化台语语言的前辈大家平安。咱台南新学院对黄宗辉牧师做院长了后，伊就发展有耶稣，阁有台湾的神学教育。到今仔日拄好主持人所讲，咱还阁保存用台湾文课即款的精神。以前伫美国金陵基金会的执行长 Dr. Stanley， 伊捌甲牧师讲，咱新学若会当换做北京话来上课，会当得到更较侪补助。黄宗辉牧师甲伊拒绝，伊讲伊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台湾人，保存台湾的语言，甲台湾的是基督徒的责任。煞接宋传生牧师捌提出一个出埃及迄个神学的看法。伊讲每一个民族拢有类似出埃及的经验，就是伫迄个帝国主义的埃及受到压迫，就爱出来，伫旷野流浪，无有土地，无有食米，阁行到伫迦南的即个国家的建立，经过济的即个试炼。了后，咱伫台南神学院，伫王彦智牧师，伊有发展即个乡土神学，就是亲像台湾的文学家所讲，若无有土地，较有文学；若无有土地，较有神学；若无有家己会当讲的语言，较有台湾的教会。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就是对犹太人的文化、语言的认同，到伫建立国家，要安怎会当来得到即个启示？犹太人的认同是对每一天开始，因甲上帝立约，是一个受割礼的民族。因每一天就爱祈祷3摆，提醒家己就是犹太人。逐礼拜的拜五下暗6点，就爱守安息日。拜五暗是伫家庭，甲囡仔叫的，就爱讲犹太人的故事。拜六早起，就爱去会堂，甲所有的犹太人做伙，讲犹太人的故事，来起造家庭甲社区对家己的认同。咱来看犹太人的节期，因9月过新年，伫快乐的时，因就爱讲起亡国的痛苦，因有赎罪日8天，就爱甲人和好。得罪人的人，若咱甲人得罪，咱就爱甲人回息咧。
就是因为咱甲人和好，上帝才会甲咱和好，这是一个社区清气的作用，和解的作用。9月过去，10月因过大寮仔节，就是纪念因的祖先伫埃及、伫旷野，无有土地、无有食物的日子。这也是因的清明节。上帝对天顶赏赐因食物，就互因会记得，虽然伫埃及有土地会当食物，总是毋是家己的国家。上帝要引带因出埃及，虽然伫旷野无有土地，无有食物，还佫上帝赏赐因食物，还佫甲因提醒，着爱公平的分配，甚至袂使贪心。所以因着记得即个经验，到伫迦南地，将即款的分享，会当来起造一个新的国家。伫12月，因有修殿节，就是主前第2世纪，迄个犹太人受到叙利亚真残忍的统治，灭族灭国，所以有迄个马加比的革命。马加比革命成功，伊骑马进入耶路撒冷，同城的人化和散那和散同个名得到俄，伊入去圣殿清理圣殿。是主后30年，耶稣基督做同款的代志，伊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同城的人化和散那嘛清理圣殿。这是12月，咱咧过圣诞节的时，因咧过修殿节。到过当年的2月、3月，叫做普年节，就是纪念伫波斯的时代，因受到灭族的危机。一个王后以斯帖安怎拯救家己的这个以色列的族群？4月因咧过半过节，就是出埃及羊的会抹伫迄个门前，互天使会当 pass over， 安尼保存因的大囝无有死失。到5月叫做五旬节，就是摩西伫旷野领受上帝的10条诫。这也是犹太人真要紧的成年礼，就是知影囡仔大汉到一个时阵，因着爱过迄个成年的礼俗，知影做一个犹太人的意义甲责任。上要紧，就要会晓用家己的母语来读家己的即个律法。做一个犹太人，感觉是荣耀，也无有袂记哩。这是犹太人的认同历史意识，就是邦国犹原是逐日、逐礼拜、逐年过节的时，就是因为过节就爱讲家己的语言，所以这个母语就会当保存，会当到伫1948年的时复国的时，真紧，这个语言就会当恢复。台湾人若真正要出头天，建立家己的国家，用家己的语言做语言，咱就要有这款的决心，来学习这款伫犹太人的这个每一天、每礼拜、每年、每一年的这个文化的认同，到伫语言，到伫祭旗，亲像这款的决心，会当讲咱家己的故事，写咱的故事，起造咱家己的祭旗，安尼有可能，咱有一天会当建立家己的国家，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讲咱的故事。我伫波士顿大学的教授 Peter Berger， 伊讲所有的宗教的礼仪，就是一种的 reminder， 甲你提醒者，就是伫这个祭旗的中间提醒你，着爱讲什么话，讲什么故事，搁做什么款的代志，会当互一代传互一代，叫做 continuity， 就是这款的 reminder。所以我伫几啊年前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订写台湾的祭旗，用台湾的故事来写台湾的祭旗，有发表伫《自由时报》内底。我举一个例，比如讲，咱伫台湾头日咧讲华语的这个霸权，咱现在受到这个汉文化的影响真大。我有咧想一件代志，就是咱伫5月节咧食肉粽。咧过龙船，你甲想看觅啊？若是
台湾的文化处境无有改变，50年后、100年后，咱犹原咧食肉粽、咧过龙船，总是咱来甲伊改变，咱来开始来找，就是讲咱若无法度无食肉粽、无过龙船，咱着爱甲伊改变迄个故事的内容。所以我有去找到即个宜兰二龙村的一个真好的故事，就是伫二龙河有2个先来的遮的部落，原来的部落甲移民的部落，因为即条河真深，所以囡仔会淹死，所以2个部落就开始伫遮守护即条河川，伫遐过迄个过龙船，伫遮保护即个囡仔的即个安全。这是台湾的5月节的故事，所以以后咱咧食肉粽，咱咧过龙船，咱毋是咧讲汉文化中国的故事，咱咧讲台湾本土的故事。过来，我有甲伊解释社会先知，当然，迄屈原是毋是社会先知，佫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写高俊明牧师的故事，就是伫5月节食肉粽，咱咧过龙船。咱咧讲二龙村的故事，咧讲高俊明牧师的故事。我会记得，我对新人园1980年毕业，1983年出国进前，我伫家己的东山教会底牧会。我的教会是伫边仔边即个伫边仔我的对面是一间大庙，伊是中心，伊毋是宗教的中心。也是社区整合的中心，迄个班啊，拢伫迄个广场伫遐，每一暗，还是讲有当时有活动的时，伫迄个广场。我咧做传道的时，少年的传道的时，我就有一个心愿，我要行入去中心，我要互即间教会成做即个社区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袂当互伊永远变做迄个伫边仔的一间教会。所以我就爱努力，今仔日开始该行50年嘛无要紧。我有一天会行中心，互东山这间教会，甲东山人的命运会当结连，成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咱今仔对台湾的文化甲语言，就亲像即款的态度。咱伫边啊，毋过咱着爱行入去中心，开始行。今仔日行5年也好，行10年也好。咱了确实有一天，咱会当行到中心，当影响到所有主体的这个文化。我家己咧反省伫台湾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即马拢是用遮个咱讲的中国的基督教，甲迄个大众媒体咧定义台湾的教会意义。咱听足。你若看迄个大众的基督教的媒体，拢咧介绍中国的物件，讲台湾的教会的故事。所以我人伊只有小众的媒体，就是阮开始录新信息，开始讲台湾教会遮个信徒的故事。虽然是小的故事，总是伊是有肉有血，甲即个土地有关系的故事，咱着爱讲。因为咱若今仔无讲，咱永远无有机会。咱若甲伊讲，有可能讲到50年，逐个人就会讲同款的故事。这是我一个想法，就是咱着爱勇敢，该行入去中心。所以我的想法真简单，就是伫我退休了，我最近有咧收集，就是要安怎来写一本台湾人的祭旗甲伊的故事，要安怎甲原住民的故事藏入。甲移民的故事藏入，甲咱祖先的故事藏入来起做咱的大寮仔节、清明节，来起做咱的过年，来起做咱的感恩节，就是安尼。咱开始写，开始讲，有可能讲50年了后，咱会当成立一个真有主体性的文化。因为你着爱过遮的祭旗，自然你着爱用台湾话来讲遮的故事。这是我对犹太人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最后，我要用这个阮好女无的一句话来做今仔日分享的结束。这句话对我的帮助真大，也互我有真大的信心。伊安尼讲，伊讲
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代志，咱无法度伫咱的一生中来完成，所以咱一定着爱保持愿望，来得到心安。因为一切美好、良善的代志，咱无法度伫现今的历史处境来得到完全的理解，所以咱一定着爱保持信心，来得到心安。因为无有任何真正可贵的代志，咱会家己独立来完成，所以咱一定着爱保持挺心，来得到心安。愿大家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多谢。多谢多谢龚总邀前议长，我感觉迄落头拄仔讲到迄落故事，家己咱台湾的故事，即个代志，我家己嘛足有感觉，就是因为像阮即代少年辈，阮嘛是伫迄落中华民国的教育体制大汉的，对，所以我定定即摆我咧写一寡脚本，若是我想要写一寡甲台湾有关系的物件的时阵，我会发现讲，我的头壳内底哪会拢无遮的物件。就是阮学习的物件，足侪拢是较中国的物件，我就感觉迄落毋是我的文化，对，所以我感觉头拄仔迄个前议长讲的，这是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会当开始咱会当做伙开始来做的代志，安尼。多谢你的，对，多谢你的演讲。好，落来，咱即马要来邀请的是台湾通信主笔陈雷先生，咱即马要来颁奖啊！啊，陈雷先生伊是台语文学界足重要的一个台语作家，相信大家拢知影。啊，伊嘛是台语运动足重要的推广者，嘛是台文通信共同的发起人。咱来欢迎陈雷先生，你好！嗨嗨嗨！你好你好，咱即马头一个奖是专业成就奖，得奖人是吴宗宪教授。伊就是咱顶礼拜有介绍过，伊就是咱少年人讲的火箭阿伯，啊嘛是目前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啊，伊即马迄落伫防疫旅馆，因为呾为迄落澳洲转来嘛，吼啊，咱来请吴宗宪教授甲大家讲几句话。教授，好，即届特别感谢即个颁奖的典礼主办单位，就是咱美国达文城博士纪念基金会，伊得到即个台语文化大使基金，就是台语 Mission Fund 的赞助，来颁发即个专业成就奖互我感觉实在非常的光荣。我现主时的愿望就是希望。伫咱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士，尽量重要的场合，包括像政治、文化、科技、艺术，甚至运动等等方面，应该拢爱尽量的用咱的母语也是台语来传播伊专业的知识，来表现出台语的完整佮兼水准。伊会当透过安尼展现来影响着。有资源分配政治权的政治人物，佮兼对台湾前途未来上重要的少年家。拄则基进党的陈主席，咱请伊毋免失职。其实陈撇为伊咧质询国防部长的代志，其实已经是进一步来凸显出，咱虽然国家语言法咧，伊实施的实质的问题，若无透过迄届的质询，可能足侪人佮找无出来点。社会可能嘛无了解即个代志的严重性，所以咱爱感谢基进党的即个努力。最后我要感谢过去我去美国互我了解台湾的即个规个人生的过程，真正有足侪无私，启明我台湾意识的坐坐。不管即马搁在世勇行，是有未少已经往生的前辈甲朋友，若无因的牵领。就无即马现在我对台湾的坚持，多谢。好，多谢吴宗宪教授。安尼，咱即马头拄仔有聘迄落奖状，要邀请迄落陈雷先生甲咱念一个奖状的内容，安尼。我来替大家念即张真特别的奖状。
好，台湾通讯50档专业成就奖，得奖人吴宗宪发射台语、客语、白话字火箭，发起5趴世界名著台译计划 ，TED Talk 台语第一人。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台湾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台湾文化大使命基金，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颁发这个奖。2021年11月7日，恭喜吴宗宪先生。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出版团队。多谢啊！咱即马来翕相一下。虽然讲咱即个是迄落线顶的活动，啊，毋过有重要的时间，咱嘛是爱翕相纪念一下安尼。吼，来，请工作人员甲咱翕相一下。好，啊，大家恭喜恭喜吴宗宪教授。多谢。来，笑一个哦。来，我来讲好，来，1、2、3。好，多谢吴宗宪教授，多谢。安尼刷落来，咱要来迄落邀请第2个奖的得奖人，台语文教育奖得奖人是蒋维文教授，啊，伊嘛是即马新台文系系主任。咱来请维文教授，你好。各位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大家好。你好。好，安尼咱迄落共款，就是嘛是邀请陈伟先生来看即个奖状，对。嘿，来，即个奖状伫边啊，大家敢有看到？台湾通讯嘿， 50档台语文教育奖得奖人蒋维文先生，创立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研发推设全面台语认证，推动台湾文化国民外交。2021年11月7日颁奖，恭喜蒋维文先生。好，恭喜恭喜。感谢。好，安尼咱即马嘛是共款来翕相，来请迄个工作人员调整一下咱即马的舞台，吼，啊，搁有奖状做伙藏起哩，安尼来翕相。嘿，好，安尼大家敢有准备好？来，1、2、3，笑一个。好，恭喜蒋维文教授，恭喜。维文，你敢有要搁简单讲你的感言？好，好，感谢咱即届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搁有咱台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啊，搁有感谢之前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咱德州济遮个同乡，迄当时对着我做台语文，啊，搁有台湾比较研究即方面的支持，真努力。另外咱嘛真感谢咱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咱所有遮个助理、遮个团队呢，久长以来做伙拍拼来推设着即个台语文，咱才会当甲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呢，伫即个教育部的打压之下，佫会当活到即摆，佫会当甲因车拼，这嘛爱感谢咱所有的遮个团队，遮个所有友志。嘛感谢我的阿兄呢，几若位阿兄，因自我以前呢去美国留学的时阵，就一直甲我支持，到今嘛是拢真支持感谢各位，多谢努力。好，多谢蒋维文教授。刷落来，咱要来，刷来即个奖是绿色文化关怀奖，得奖人是陈雅怡博士，伊长期咧关怀平埔族的文化。
啊用台文书写典雅的报告，所以咱即马要来请田雅怡博士。你好，你好。大家平安吼，真英雄会当得到即个奖，我是无特别啥物感想啦吼，敢若有一个建议请求，吼，顶一摆无讲着吼，我就是讲要拜托讲，若是以后有类似讲要鼓励即个草根运动诶人吼，会有即个奖诶时阵，是毋是会使加互查某人一寡机会？因为我看即摆6、7个得奖者内底吼，敢若2个，包括我在内是查某诶吼，安尼是较无合人口诶比例。咱知影其实查某人伫即个台语文运动内底嘛是斗出足侪力诶吼，真侪时阵咱拢看着查某人诶同工足拍拼诶吼，毋过因确实咧安尼讲吼，因诶阳光点菜拢吼伫台面上拢互迄个查甫人输去啊，安尼，我想讲，咱会当是毋是会当互查某人较侪鼓励肯定吼，互因会当得到看见，多谢。好，多谢田雅怡博士。咱即马嘛是共款邀请迄个单位先生来甲咱念一个奖状的内容。阮通信30档关怀奖，得奖人田雅怡，关怀台湾平埔族文化，写228纪念碑长诗3首，发表学科论文甲创作。2021年11月初6颁奖，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田雅怡博士！安尼咱头拄仔共款的流程来翕相吼，安尼即马即个画面应该好势哦。安尼我来讲哦，来1、2、3，笑一个。好，多谢两位。刷落来，我即马要来进行的是社区服务奖哦。社区服务奖得奖人是陈鸿辉老师，辉老师伊是目前理学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嘛是公司台语台的台语文顾问。请陈鸿辉老师甲大家讲几句话。辉老师你好。感谢嘉燕甲感谢主办单位其实顶届已经有讲过感言啦吼，伫遮也是搁一摆感谢我的家族时代大家的即个背后的支持互我虽然经济上对因拢无付出，因也是无怨言吼。过来嘛是继续爱共款感谢咱的即个对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处到台湾网报到台湾通信网报即个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这一路特别30档的即个济出名甲无出名拢有啦吼，足济捐款者，足济有志志工的即个点的即种鼓励甲支持感谢大家，咱搁继续做伙拍拼。好，多谢恭喜辉老师。安尼，咱即马嘛是共款邀请单位先生，咱来迄个颁奖一下。台湾通信30档台语文运动奖得奖人陈鸿辉，担任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人，组织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推广社区台语文教育。2021年11月初6颁奖，恭喜辉！感谢。恭喜鸿辉老师。安尼，咱即马来翕相。共款吼，就是我等下讲1、2、3，目睭爱看镜头，爱笑一个，安尼好，来1、2、3。恭喜！好，刷落来，咱即马是要
有一个奖就是草根运动奖，得奖人是陈明仁老师。啊，陈明仁老师伊是台语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嘛是甲语言文学创伫建国的层面来思考的草根运动者。啊，仁老师你好。无爱试声音，爱开声音。无要紧，仁老师你先试一下，我先请单位遐甲咱斗念迄个奖状的内容啊。本通信30档草根运动奖得奖人陈明仁，培养台语文学生，宣扬台湾新国家理念，用诗甲戏剧推广台语文。2021年11月7日颁奖，恭喜阿仁，恭喜陈明仁先生。恭喜仁老师，咱先翕相，1、2、3，笑一个。伫遮我要真欢喜的心情，甲遮的朋友说多谢。咱旧年来拍拼甲今仔日加减有个成果我要感谢第一就是讲我过去是从事政治运动的人，因为上帝有恩赐，互我有机会去坐甲即个蔡友传道关做伙，经过蔡友传道教我白话字。互我坚定做台语文的路途，这是即个有机会的。嘛，因为靠我读白字嘛，互我有机会变做基督徒。了后爱感谢教会公报社，因为迄阵敢若我是第一个用台语文加白话字写作的。迄阵写白字敢若教会公报当发表尔。所以爱感谢教会公报。我发表就教育公布，了后过来就感谢台湾通讯若无遮个发表白台湾是无可能做台语文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台湾通讯杂志。了后伫遮当然台湾通讯杂志了后，我搁台湾网报遮个平台结合遮一朋友嘛，我有机会试过超找文学的人生去甲美国甲中信遮个人拢做伙去互相结下一个缘，大家来做伙为着台语文走走。即时我拄啊来甲王院长反映一下现主是白话字使用的长老教育系统颠倒少。我过去就是有去5档伫台湾新学院甲新竹设计学院拢咧教白话字结果我教出来学生即帮做牧师台语毋通是介好，迄就是无会白话字啦。这是我个人来反省的感所在。我嘛要甲各位讲，要写台语文，就是爱学白话字啦，无其他撇步啦。你咧输入用白话字输入，你就是用台语输入啦。你特别去受华语的阻碍，所以第一要紧就是爱使用白话字无其他撇步。再来就是讲，我要呼吁咱线顶参加的朋友，大家做伙来做台语文的创作毋若创作啦，你若袂晓嘛是爱学欣赏。所以有关即马台语文的作家真济，作品真济虽然是电子时代，毋过伊出来册你嘛加减顾买啦，特别来读。所以台语文作家，因为我之前是台文笔会理事长，就是鼓励大家用台语创作的一个台文笔会理事长，我做6档拢鼓励大家来书写创作所以你若咱家语文即个伫出版界最近的一寡即个像最近的什么小王子啦佮翻译的即个个人语言即个册拢伫即个网络卖得袂歹伫即拢卖得袂歹，所以这毋是台语无发的物件，毋是无市场，是欠好的产品，欠读者尔。我认为啦，到当来虽然中华民国体制从来都毋捌重视台语文，毋过咱嘛是爱拍拼啦，因为上帝伊都有赐咱这个语言。咱就有必要来维护伊。我要讲最后就是讲我感觉这个演讲是上帝恩赐的演讲爱上帝的，我是感谢大家。
好，感谢多谢阿云老师。接落来是资讯工程奖，得奖人是杨文贤教授，伊运用资讯工程甲计算语言学的专业，对台语文运动史甲台语词库的编辑有真大的贡献。咱即马来邀请杨文贤教授。我先感谢主办单位颁奖互我，当然我嘛真欢喜有机会甲遮侪友志做伙拍拼，咱不管安怎，咱就是继续拍拼。我想多谢。好，多谢多谢。安尼，咱即马请迄个单位兄来念即个奖状。阮通讯30档资讯工程奖，得奖人杨文贤开发台语文研习系统，建立台语记忆资料库，主编国史馆台语文运动访谈。2021年11月初6颁奖，恭喜杨文贤先生！好，恭喜恭喜恭喜杨文贤教授！安尼，咱即马共款翕相的时间，嘿，来，爱看镜头笑一个，来，1、2、3。接落来，咱要来颁即个科技运用奖，得奖人是吴家明先生，伊运用家己资讯工程师的背景，开发手机仔台文的输入法拍台语，发起台文加时面募款的计划，搁有举办台文博览会等等的活动。咱即马来邀请吴家明先生，甲大家讲几句话。你好，黑米你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简单分享就是，搁一摆感谢咱即个主办单位台文县保守纪念基金会，搁台语米讯坊来办即个奖互我。我嘛是希望讲我毋是讲，我伫即个奖有偌了不起，我是感觉讲，会当鼓舞较侪少年朋友来参与即个，台语相关的事工因为其实要投入遮个工课，毋是多简单的代志啦因为坦白讲就是资源较少，所以我是希望讲，就是少年朋友则是要去传承的希望大家会使尽量支持少年朋友咧做的代志像台南妹仔咧做的代志嘛，足赞好简单分享到遮，多谢。好，多谢多谢吴家明先生。安尼，咱即马请单位先生来。好，安尼单位先生，先请你来念。好。通讯30档科技运用奖，得奖人吴家明设计找台语电子书店，开发拍台语台语输入法，举办台文博览会。2021年11月初6颁奖，恭喜吴家明！恭喜恭喜！好，来，咱即马共款翕相的时间，来看镜头。好，准备好哦，1、2、3，笑一个。活动的落尾，咱即马是要邀请台文通讯的主笔吴景如先生，也就是单位先生，请伊来甲大家讲几句话。来，单位先生你好。大家好，今仔日咱来庆祝这个台湾通讯30档特别奖我想第一个咱爱感谢的就是过去从戒严明以来所有关心台语甲为着台语拍拼的每一个人。咱拢知影即摆台湾台语的生态。一方面是政府有真侪资源甲管理，但是无真积极，特别是对台语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咱民间有真大的推
的力量认真咧拍拼，毋过欠资源，也无决策的权利。所以台语这条路变做是长底骹，咱行袂紧，行袂知。过去30冬以来，台语推测拢是靠这个民间的动力做火车母，政府对伫后面行。总是咱台语面对第三级灭绝的危机，这款的进度实在是相慢不足。这个方面，咱来看体制内的母语教育，看了就真清楚。所以今仔日这个30冬的典礼，咱就是要凸显这个民间的精神，用咱这7位真尊敬的特别奖的得奖人，因除了甲台湾通信共同的因缘以外，也有一个相共的所在，就是因拢是草根运动拍头阵的人，长期的奉献甲贡献，因是台湾精神的示范啦，今仔日咱真多谢咱前总统陈水扁有接受咱的邀请，要来甲咱讲话甲颁奖。可惜伊临时有代志，袂当出席。真多谢咱的主办单位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甲协办单位台湾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甲老秘书长甲杨吴美兴总董事长甲咱讲话，嘛真感谢咱的赞助单位台湾文化大使命基金甲承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有因的支持甲协调甲慷慨的赞助，这个会也有法度顺利完成。多谢陈丽君前文化部长甲咱录影讲话。陈部长是上届支持台语甲语言平等的文化部长，咱拢会记得伊为着国家语言发展平等法的支持甲推测，真多谢余振东陈奕的董主席甲咱讲话。余振东是所有的政党内面上届用行动支持台语甲母语的政党，因上届了解咱台湾除了民主主权以外，更较需要台湾主体的文化。多谢王宗尧前院长甲咱分贴犹太人文化认同甲建国，甲台湾人文化认同建国的比较，互咱思考各过来要行的路。多谢阿勇先生伫第1场甲咱做专题演讲，
分拆台语的危机，甲救台语的思考。我知影真侪听众的反应拢非常的肯定。咱若甲过去30档看做一个坎站，搁过来，咱要行的路是啥？咱回头看台湾行入民主政治艰难的过程，从起尾来，咱完成啥物物件？无毋对，咱得到民主，但是失去文化。无毋对，咱得到投票选举，但是咱判见先民所累积落来真宝贵的文化遗产，甚至咱的语言。去年伫台湾出世的165000个红婴仔，因的母语是台语的，统计上是零，无半个。这是非常严重的现实。台湾真做真正敢若有民主，无台湾文化的国家。有人讲有民主就好，咱毋免计较文化，文化袂当准本食。其实也无遐简单。文化虽然袂当决定咱要做倒一国的人，但是文化会当决定你要做倒一款的人。咱的思考的方法、思考的内容，甲做人的价值，拢受到文化的影响。伫这个冲突无和平的世界，文化是认同甲认知的基础，伊正做国家安全的真基本的条件。所以咱一定都要计较文化。赶紧来改变这个文化，互人失明，互人消灭的地位。要安怎来改变这个地位？60几年前，王玉蝶先生有讲，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嘛有人讲，语言是文化的灵魂。咱更较会使讲，语言是文化的通路。台湾话会当教的所在，台湾文化就活起来。台湾话互人消灭的所在，台湾文化就无去，就死去。台湾文化若是咱身躯的血，台语就是这个身躯的血脉、血筋，伊把这个文化的滋养送去社会，送去咱身体的每一个所在。伫这个30档的抗战，咱开始来做一个工课，行一个新的方向，搭一个新的平台。亲像咱的承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款的平台，就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伫这款的平台顶端，用台湾话来讨论台湾的代志、台湾的文化、各战士的文化、做工人的文化、生理人的文化、艺术、政治、科学、教育种种的文化，把咱的语言带入去社会内底。台语
变做咱生活的语言，毋单单是互人用来做表演、展览的语言。亲像阿 Q 陈柏惟伫立法院用台语即阵迄款的生活语言。安尼望有一天，或者经过搁一个世代，台湾文化会当搁发育生机，成做一丛活泼泼的大树。只到台湾人毋但会当享受民主，搁较会当享受咱家己选择的台湾人特别有的水开的文化。只到台湾才正港的是一个有民主主权，搁有文化主体，或者会使讲文化主权的美丽的国家。恭喜今仔日这7位特别奖的得奖人：吴宗宪先生、蒋伟文先生、陈芳慧女士、郑雅琪女士、杨文元先生、陈明仁先生，甲吴家明先生，因是台湾精神的示范。感谢因接受这个奖，咱嘛爱感谢今仔日的主持人，我的故乡的台南妹仔，感谢每一位在场的朋友，咱继续过来做伙打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单位先生的演讲，多谢你。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因为今仔日有足侪先辈伫遮，我嘛想要甲恁分享一个，就是我应该算做是少年辈，当开始咧做甲台语文运动有关系的代志的囡仔安尼。我想要甲恁分享讲，就是虽然讲我定定咧做即件代志的阵，嘛是有会感觉足失志的时阵。阮爸爸有甲我讲，就是虽然讲你即马看袂着讲你做诶代志诶成果是啥物，毋过你一定会影响着后壁诶人，就像恁各位先辈影响着我安尼共款，就是我会互恁诶精神感动着。我咧做诶代志，我相信嘛会去影响着以后出世诶囡仔安尼。对，所以我相信咱大家做诶代志拢是足有价值诶，而且即个价值会一直流传落去安尼。好。今仔日阁有一个代志，就是全部的迄落得奖人，咱来翕相一个，做伙翕。好，来，大家看镜头，好，来1、2、3，笑一个。好，恭喜恭喜恭喜大家！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今仔日的参与。咱今仔日台文通信30档纪念奖颁奖顺利完成，多谢，嘛多谢有来参与的迄落朋友，大家多谢大家。我今日其实我看到遮侪为着台湾运动奉献的前辈，嘛足鼓励我会当继续用台语创作。我一直咧甲阮身躯边的少年人，我的少年朋友鼓舞讲，咱拢来做咱家己喜意的代志，只是咱换做用台语来做，安尼就会吸引搁较侪人有兴趣来加入。咱着大家少年人就会感觉讲，其实用台语做代志是一件足流行的代志就对啊，大家就只想要对流行就去学台语安尼。对，好，多谢大家。安尼，咱今仔日的活动差不多就到遮。刷落来的时间，向大家问问题，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讨论。若是有想要讨论的朋友，会当留落来，安尼。好，
多谢大家，咱今日活动顺利完成。